看过头下嘅样片，然后学习记常用嘅对话。这里是警察局交通队，您好。呢位係警察局交通處，你好。呢位係警察局交通處，你好。这里是呢位係警察局交通队交通处，您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里是警察局交通队，您好。呢位係警察局交通處，你好。呢位係警察局交通處，你好。假使罚單開錯，您可以申訴。係講罰單開唔錯，你是得申訴。係講罰單開唔錯，你是得申訴。假使係講罰單開錯開唔錯，可以是的申訴申訴。假使罰單開錯，你可以申訴。係講罰單開唔錯，你是得申訴。係講罰單開唔錯，你是得申訴。您可以在官方網站用線上的方式辦理。你是得到官方網站用線上嘅方式辦理。你是得到官方網站用線上嘅方式辦理。可以是的官方網站官方網站用線上的方式用線上嘅方式辦理。您可以在官方網站用線上的方式辦理。你是得到官方網站用線上嘅方式辦理。你是得到官方網站用線上嘅方式辦理。如果成功，錢會退還給您。係有成功，錢會退還俾你。係有成功，錢會退還俾你。如果成功，係有成功，錢會退還給您。會退還俾你。如果成功，錢會退還給您。係有成功，錢會退還俾你。係有成功，錢會退還俾你。上輩係呢個單元，所以2次嘅練習，記得要多聽多練習哦。